首场台日共玩台湾荣光大阪世博行前巡回展在东门美术馆登场，包括黄土水、朴天生的雕塑、陈澄波的画作等艺术家真迹都在其中，多达20件作品要呈现台湾100年来的艺术荣光，就是把我们台湾前辈艺术家到日本留学获得非常高的肯定的艺术家，从黄土水、陈澄波开始，再来呢，再带出我们台湾呢，在每个时期重要的艺术家。计划前后构思1年多，东门美术馆无偿提供空间，门票收入将全数捐给台湾自己馆团队，作为赴日展出的经费，用行动支持台湾。来参观的收100元的那个门票，所有费用全数捐给这个台日共玩这个团体，做他们的一点那个小小的那个补助。台日共玩呢，最重要就是那一个玩，因为安倍首相曾经说过，台湾有事，日本就有事，而这个玩其实就是船的意思，所以呢，共玩的意思就是台湾、日本在同一艘船。大阪世博会预计将有3000万人参加，台日民间共同合作，让世界知道台湾不只有晶片，还有艺术、文学与生态。记者周怀台南报道。